Unpack Let's Go。早晨啊各位，今日有麥都為我哋準備嘅阿拉伯咖啡開啟新嘅一日。個味道真係同平時飲嘅好唔一樣，話飲完之後仲可以透過咖啡杯嘅痕跡嚟占卜。唔知大家喺呢個咖啡杯睇到啲咩信息呢？出發第一站，跟住麥都嚟到紐倫堡嘅會議廳。紐倫堡嘅會議廳係納粹時期遺留嘅巨大建築之一，設計靈感部分取自於古羅馬競技場，但係規模就更加大。成個展覽嘅重點係用歷史檔案、照片、影片同見證，提醒世人反思呢一段歷史，避免重蹈覆轍。可惜嘅係佢有啲區域維修緊，圍牆由唔同顏色嘅磚砌成，都幾靚幾特別。喺會議廳隔離嘅湖邊環境都唔錯，好適合慢慢散步。午餐係由麥都介紹嘅阿拉伯菜，未食完已經開始諗緊幾時去阿拉伯啦，實在太滿足啦！繼續探索紐倫堡，見到街頭表演拉大提琴，真係好好聽啊！呢個係工匠村，一個位於舊城東南角嘅小小中世紀手工藝村，色係仿中世紀風格嘅建築，傳統工藝店，當地美食。雖然地方唔大，但係氣氛好濃厚啊！好適合影相或者係休閒咁逛一逛，就好似行入咗縮小版嘅中世紀紐倫堡。有本地人帶路真係好好啊！有啲地方就算再行一次，都依然被驚豔到啊！今次係去皇帝堡後邊嘅花園，另一個角度睇翻琴日飲酒嘅地方，有唔同嘅感受。歡迎嚟到秘密花園，發現咗3個金蘋果，啱啱好一人一個。最後就以第一次踩 scooter 翻屋企嘅新體驗，為今日畫上句號啦！晚安啦，我哋聽日見。